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講話會》，我係明珠。熱天到嘞，到底要喝什麼湯才能夠消熱又退火呢？今天呢就要來吃這個蔣冬瓜排骨湯。冬瓜最退火了，我們來看看怎麼做吧。那當然嘍，一開始我們就是要先來燙一燙排骨。我們主要就是讓待會湯可以更清澈一點。排骨已經準備好了，接下來就要下冬瓜嘍。而在我們的冬瓜部分呢，除了準備了新鮮的冬瓜，還有就是醬冬瓜了。醬冬瓜呢，今天我放當冬瓜下去的話，就會取代了，就不需要放那個鹽巴或其他調味料。我先把醬冬瓜放下去哦。我接下來呢就是要放這個新鮮的冬瓜。冬瓜呢，其實我們今天也要學的第一個詞哦。冬瓜呢就是叫做凍瓜。凍瓜，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經驗？其實冬瓜有沒有買回來的時候，如果家裡面自己有種冬瓜的話，其實那個要吃很久，因為它非常大。有時候去市場裡的時候啊，它就是賣這樣一圈一圈的，慢慢吃，它非常的消熱退火哦。冬瓜湯消熱退火，也是今天要學的這一句話，就是凍瓜湯清涼退火。凍瓜湯清涼退火，非常適合熱天食嘍。好，我們繼續把它煮嘍。好，等非常久了，你看，已經很香了，我自己都餓了，我趕快先把它盛出來。試吃員已經在旁邊等着嘍，我們來看看嘍，請我們的試吃員幫我們品嘗看看。先請問一下妹妹，你是客家人嗎？不是哈，教你一個客家話好不好？湯匙的客家話就叫做痛師。痛師，講得很好哎，真的，痛師它有一點捲舌這樣子，痛師。好，給你品嘗看看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做這個冬瓜湯，它真的非常的消熱退火，你們也喜歡吃嗎？重點是我們學到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冬瓜，凍瓜，凍瓜。第二個詞呢，來看到就是湯匙，痛師，痛師。第三個，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到這句話就是冬瓜湯消熱退火，凍瓜湯清涼退火。冬瓜湯清涼退火。冬瓜湯真的非常適合夏天吃哦，下一次來做做看吧。明天見了，拜拜。